如虎添翼。諸葛亮係三國時蜀國著名嘅政治家同軍事家，佢喺《心書》裏面表達咗佢對軍事嘅見解同心得，其中有一篇關於軍權嘅文章講：兵權就係統率三軍嘅權力，係將領建立威信嘅關鍵。將領掌握咗兵權，就好似一隻猛虎插上咗一對翼咁，唔單止有威勢，仲可以展翅高飛，處處發揮才能。無論遇到乜嘢情況，都能夠靈活應變，採取主動。後來有人就將呢段說話概括成如虎添翼呢個成語，用嚟比喻強人或者有實力嘅集團喺得到新嘅有利條件之後，力量變得更強大。